迎收听今朝的9点讲不闲。有了假如搿座城市呢，小姑娘小囡头到是一定的年纪，一定会得经历感情。有个人成功了，结婚了；有个人呢，但是交关趟恋爱，还是一家头。所以呢，今朝9点君就用家传闲话来翻唱一首薛之谦的一半。知乎平台，所以自家可以为难。知乎以后，不抛弃个人没习惯，结把人围起来，就特别放不开。再拉起来，角色要退，要委屈了人才。要问为何侬还是一家头？也不要揭穿剧透的电影不好看，可见有这么多，嘲笑侬拉难过。侬要伊讲，伊偏要讲，请不要再来争。可以为那个三中带一半，但偏要拿他所有的好感，这样一家头就理所当然。做个表情也是个蛮难看，但感情个东西哪个只是不要再说，为何去？伊不是没能不来，爱到能来，啦啦。分手的理由太简单，又还不来塞，随便个理由叫你滚蛋。感情到了这里，就不要问东问西，就先分开。啥个期待？个理由真个累。你可以为那个三分用承担，承担到一半就过十分来，好过吐到最后再讲不来。不管以前那日子我不管，分开以后个故事就这样交代。刚才为都表白，伊不是没能不来，可以更精彩。你故意为那个三不用承担，承担到一半过十分来，好过吐到最后再讲不来。不管以前那哈日子我不管，分开以后个故事就这样表达。刚才为都表白，你不是没能不来，可以更精彩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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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